感谢上映哦，咱继续来关心行政院宣布，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头批协定已经生效了。工商总是表示肯定，也毋过望讲 FTA 自由贸易协定会当赶紧来完成，互咱台湾的商品避免受到关税影响，会当甲国际竞争。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第一批协定对2024年12月7日开始是正式生效，包括5大议题，有简化已完成通关和进出口的贸易流程，提高法规定定透明度和公众参与，双方共同打击贪腐，维护市场机制。另外，便利咱国的服务业者来去美国申请，共同提供中小业者更较侪资源，提供进入美国市场的商业机会。这是台美关系发展上面非常重要的一天，也证明彼此都走在正确跟相同的道路上，会加深彼此的合作，深化各种的连结。很多的自动化，很多的通关，给予特殊的这个待遇哈。那我想这绝对是个好事。那我们更希望这个 FTA 能够尽快的能够来产生哈。那有很多的这个关税上面的问题。上将讲，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第一批协定，便利双方贸易绝对有帮助，但是影响贸易关键就是关税。在台美中贸易关税大战内面，台湾的产品要保有国际竞争力。就是要避免关税一直对顶悬加起嚟。另外，针对中国对 AI 晶片厂回答提出反毒检调查，经济部讲有掌握所有供应链变化的状况，回答销去中国的产品，会使讲拢是伫台湾制作的，所以应该是无正相关。回答大概卖到中国的东西都是在台湾这边制作的哦，所以那个大概没有一些。正相关，我相信他们应该都有一些应变的方法。那如果需要政府这边给予协助，政府非常乐意来帮助我们的台商。郭智慧讲，因应川普进前表态讲要对中国扣60%的关税，在中国台商未来会面对较严格的环境。若是台商有需要，政府会当予因帮助，移转到别的生产基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